我哋非常榮幸獲得 Hong Kong MA 最佳管理培訓及發展銅獎。呢個獎項有賴我哋嘅管理層以及所有同事共同努力，推動持續創新。喺準備嘅過程當中，各個部門同事都非常熱心分享佢哋開發同埋使用 eConnect 嘅心得同埋成果。當然，最重要嘅就係我哋董事總經理鄭祖瑩先生嘅大力支持。佢身體力行拍攝咗參賽短片。喺準備參賽內容嘅同時，我哋都希望呼籲業界鼓勵員工去掌握同埋應用最新嘅數碼工具，提升營運效益。eConnect 係一個冇碼嘅開發平台，唔係資訊科技專業嘅同事，完全冇程式編寫嘅技能，亦都可以通過基本嘅訓練，就可以利用呢個平台開發一啲簡單嘅應用程式。同時喺學習咗 eConnect 基本操作之後呢，就可以建立應用程式，幫助同事改善佢哋喺工作方面嘅效率。培訓係採用 train the trainer 嘅概念，接受咗 eConnect 訓練嘅同事，當佢哋有咗開發經驗之後呢，佢哋亦都可以同其他同事分享佢哋嘅經驗同埋心得。呢一個方法咧，大大提升咗計劃嘅參與人數，亦都提高咗培訓嘅效果同埋持續性。我哋非常高興睇到 eConnect 為公司達至相當於超過2倍嘅投資回報。呢一項開發工程喺非 IT 開發人員嘅部門規模、建立應用程式嘅數量、對公司嘅營運、環保嘅效益，以至確保投資回報嘅角度嚟睇，都係喺本地市場極為罕有。無可避免喺創新同埋改變嘅過程之中，一定會遇到困難，同時需要走出舒適圈，進行唔同嘅新嘅嘗試。喺數碼轉型嘅初期，除咗管理層大力支持之外咧，資訊科技部嘅同事亦都會其他科部嘅同事並肩而行。當同事對 eConnect 有疑問嘅時候， IT 嘅同事會積極協助佢哋盡快熟悉平台嘅使用，增強佢哋日後自己開發應用程式嘅信心。我哋都會將創新嘅概念融入不同嘅培訓中，通過工作表現同埋內部嘅獎勵計劃去鼓勵同事。此外，我哋都會利用唔同嘅平台，俾同事分享創新嘅成果，激發大家構思更多創新嘅想法同埋意見。我哋希望同事會更理解公司嘅方向，擔當一個變革嘅推動者。跟住落嚟，我哋仲會繼續推動同事掌握同埋應用其他數碼工具，展望會為港燈持續帶動創新進善嘅文化。2025年度最佳管理培訓及發展獎現正接受報名，一同展示你哋嘅培訓及發展計劃。快啲報名啦！